这罢工是影响到真侪旅客行程，讲有外国的旅客不满地勤人员爱伊喙凸起来，是气假爱航空公司甲这个员工来开除，也阁有一团准备要去泰国毕业旅行的大学生被迫取消行程，非常的失望。高雄的小港机场嘛有旅客班机来取消，也则是爱先飞到香港去转机，这行程拢去签到是几百多回。中营航空罢工，通机场航班大乱，旅客等无机位，火气真大。我等了半个小时没动过。外国旅客甲地勤人员发生冲突。I still want to have officially apologize from the employee who gonna point face to my face and say shut up. That employee should be fired. 另外一头几团来自台南准备去泰国8天的毕业旅行大学生，等一步久，最后也是等到歹消息。我会先给大家我们这次的航班的取消证明。如果说你有去保保险的话，可以到时候回去申请做理赔。原本希望说是不是真的能够挤出一个至少航班有位置，就算稍微晚一点去也没有关系。对，就还是真的罢成这样子，也是真的是非常失望。美国线转机旅客到桃机场才发现航班被取消，随身载这手罐行李，因为非洲地震检疫措施必须要留存伫现场。另外，高雄小港机场旅客一透早想要来抢候补机位，嘛是同款无。航班被取消，也没有被通知这样子。对啊，觉得非常的惊讶这样子。对啊，像这次转到香港，然后我又还回广州，所以这样也很麻烦。行程虽然延误点，不过至少也会当到位。其他的旅客几个月前就计划出国旅游，即马煞只会当伫机场坐咧等机位，真正是几百多岁。